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Outlook 純文字 HTML， 有時收到電郵時，改唔到啲字做粗體或斜體文字，又改唔到啲字形做其他顏色同插入圖片。只要封電郵改格式做 HTML 就可以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